骑车不只有运动，更可以赚商家折扣，让你买东西更便宜。这是台中推出的新的 APP， 一起出发吧！大家想要台中就想要什么？就是想要自行车，因为台中有非常多在地的自行车企业，包含了捷安特，还有非常多的工厂，更有非常丰富的自行车道，包含后丰自行车道、谭雅神、东风自行车道，还有海线非常多的知名的自行车道，都非常的好骑及漂亮。来台东旅游，这次用自行车，打开的 APP 上面规划非常多的自行车路线，以及相关的景点、好吃好拍的地方，都在这 APP 里面。透过这个 APP 骑乘打卡，你还可以赚碳里程。这个里程你可以结合当地的优惠店家来进行折扣，让骑车并不是只有运动，更可以赚健康、赚优惠，非常的好看。这个 APP 的资讯我放在底下留言处，大家赶快下载起来吧！那么棒的资讯，赶快分享出去给你的好朋友吧！来台中旅游，这次就用自行车吧！